有短期补习班违法经营幼稚园、安亲班等等，品质甲安全拢会出问题。监察院认为这是因为相关规范无周全，地方政府也无好法的稽查。今日监察院召开记者会，对教育部甲台北市教育局提出纠正。那102的教育局讲说，我们要跟他依法裁罚6到30万，并命其立即停办。各位看到105年，等到6年之后，111年我们去看。 现在这个是全国性的连锁机构，应该爱停办的补习班无停办，应该爱改进的所在依然无改，颠倒继续伫各地头失点。105年说狡兔4窟，对不对？我们去查已经变成5窟了。监察委员蔡宗基、王幼莲甲张菊芳16召开记者会表示，全国合法的课后照顾中心敢若787间，各小短期补习班所有超过1万间。意思就是大部分家长送囡仔去的安亲班，拢是法律上无法度经营安亲班的补习班。不管是场地的面积、老师的资格、师生的配比，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短期补习班是最松的，所以大家都用短期补习班，所以我才说短期补习班变成安亲班跟幼儿园跟这个实验机构的变形金刚哈。 三个监察委员认为，因为中央对短期补习班的规范不足，互业者会使软空芳，地方政府稽查阁无周全，帮互这个高风险的业者继续经营。我们都希望教育部要督导地方政府去检讨改善，真正的能够落实的稽查，才能够查出那个违法经营，否则就会一直的做大哈。 监察院对教育部甲台北市教育局提出纠正，对此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因为同一个业者会将补习班、安亲班等等分开登记立案，所以造成因稽查的困难。不过未来因会严格稽查。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